接下来的表演就会比较惨淡一点。真的最高潮就这样了啊。那你们相机也可以收起来了，很酸很酸的那个。好，就是这几年就花很多时间，跟他们，我觉得是跟他们陪伴呐，就是，然后也了解他们现在时代的想法。虽然我们是原住民，但我们不是原始人。对啊，我常常这样鼓励我们的小朋友，我们要活出我们自己的样子。然后那些长辈们会的事情啊，我们好好学，但是要好好用。因为用不到的就会到博物馆去了，懂吗？好一点的到博物馆，真的不好的就真的就不见了。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他们可以好好去学会一些祖先的智慧。我常常告诉他们说，原住民是绩优国，我们要好好做，有人会投资我们，不要像长辈一样，就是以前的观念都是补助嘛，原住民很喜欢补助，很像我们的鞋就需要补助，知道吗？不是啊，其实你看吴宝春老师用原住民的小米酒酿做爆火面包，得到世界爆火面包的冠军。魏德胜导演用原住民的历史故事题材拍电影，得到6亿多的钱来投资拍这个电影。你不觉得原住民是绩优国吗？好好投资我们投资，你们是小额投资好不好？我把他们教会了，然后你们好好利用他们，这样，好好用就会好好做，然后就会有很好的成果可以给更多人分享原住民的文化。然后我虽然前面都是做比较偶像的当然我也会唱一些比较传统的歌谣。然后想要唱这首歌，很有趣，我最近也把它拿来常常在自己表演唱这样。你们刚才常常听到吧？阿美族大概就这首歌最有名的，就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主题曲里面，阿美族棍啊阿公他在唱的那首歌，欢乐饮酒歌。然后今天署名改版变年轻的版本，抒情一点，这样你们才会爱上我。爱了吗？爱了。请买专辑。义卖商品区，欢乐饮酒歌献给各位。有人告诉我，爱情像烈酒，
真的吗？他说喝了吧，是别特制的酒。会唱一句唱吗？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说喝了吧，别皱眉头。哦，他烫不了你的舌，也烧不了你的口。别在意这么多。哦，他烫不了你的舌，也烧不了你的口和嘴巴。不要回头。一起唱吧。和爱情酿的酒，我听不到啦，回头。哦，帮我唱，帮我唱。和爱情酿的酒，呀呀呜啊呀，嘿呀呀呜啊呀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哦哦哎呀啊哦呀，嘿嘿呀安。哎呀，哦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呀，啊哦呀，和爱情酿的，嘿呀呀，哦啊呀，嘿呀呀，哦啊呀，哦啊。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呀，啊哦呀，嘿嘿呀，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呀，啊哦呀，和爱情酿。嘿，就爽。